来紧看呢。阿舅们爱吃到，紧来紧故事，算来爱给男主角听那一片，礼拜六、礼拜日爱吃到很无聊哦。算来听那一片哦，继续来去看伊出舞台剧、音乐剧会啦。佢按到爱嘅阿妹係 Annie， 我的妈妈是 Annie。今本嘅节目当中就要来同大家来小介也出哦，同优质嘅音乐剧哦。韩国有人讲吼，做戲嘅係戇嘅，看戲嘅係電嘅。唔過啊，就係因為有按優質嘅戲劇將會本大家優秀優高，先來看一段精彩嘅樣片。哇！我嘅阿妹係 Annie， 家下人看到係其他條演員嘅卡司哦，又看到一隻伊像動作師嘅面膜，佢係馬莎，細細嘅嘅來歡迎人今日節目當中嘅來賓，歡迎 Annie 阿順剛，歡迎。耶！各位電視機頭前，還有阿 Q 妹，還有大家好。好，歡迎阿順剛來到節目當中哦。接下來哈，那我以為哎呦，真係太來賓哦，阿權妹頭擺就看到佢作為天陽哦，不只是演電影、演電視劇，甚至舞台劇、音樂劇，真的是我們全能的演員。讓我們來掌聲歡迎我們的艾珍姐，歡迎。太感好，我會講這一句哦。多謝，可以啊。對，好棒，歡迎艾珍姐跟純根來到節目當中，對，兩位這次都在我的媽媽是 Annie 演出，超，對，所以純根啊，你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，因為這一次跟艾珍姐合作，畢竟艾珍姐是這個我們演藝圈的台前輩，台前輩，大前輩，所以跟一個這麼厲害的演員同時共下來做一出戲劇，知道你個心度有什麼樣的感覺？知道第二章要把排練嘅過程裡邊，學到很多東西，學到很多東西。而且一開始我看名單上面有看到葉珍姐、艾珍姐，我就想說，哇，天哪，這是我們從小到大，就是看着艾珍姐，從在胎教的時候就開始看，對，電影還一直好小子，一直不斷的在重播，對不對？我們曾經有一個鄰居的小朋友，看完以後就問他媽媽說：“那個奶奶現在還活着嗎？”他媽媽說：“我們隔壁鄰居啊，哈，因為是啊，這麼長的時間，你看到現在都還有在重播，這麼厲害的一位演員。所以一開始我是蠻帶着一個尊敬的心排練，但其實後來其實根本不用。什麼？不需要太緊張，太拘謹。你是按緊張啊，就是你排練那個現場啊，大家嘅氣氛真係都懂好，懂輕鬆。真的嗎？還是你在講的？我現在就要來問問看艾珍姐了，因為其實純根跟我吼，說實在，我們的關係跟我們的連結也是有一點深啊。怎麼說呢？因為我們是同一天生日。對。我們都是同一天，真的，只是這個差幾年，我就不方便跟大家說明了啦。所以想要問看艾珍姐對於我們家阿順剛的表現，要幫他打幾分？第一眼就覺得哇，這個兒子有一點傻大個子，對不對？然後呢，再來就是說，這個兒子好像還蠻好騙的，蠻好騙的，是不是？他很好唬，
你真的这样子骗他唬唬他，其实他都相信的。对，我们客家人很单纯，懂老生呢。对，后来他发觉他真的也很好玩，真的很好玩，好可爱的。对，那关于这个，因为这一出戏啊，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又哭又笑的内容。那我想要就2位，刚刚有提到说6 V 黑周这个是妈妈嘛，你黑周来耶。对，然后其实底下还有小孩那一辈，等于说是3胎同堂、3代同堂的一个家庭的这个戏剧。那以2位的角色，请艾珍姐现在跟大家分享好了。你自己身为这样子是在家里一个奶奶的一个角色，对，她是怎么样的一个奶奶？我这个如果用客家话讲哈，我试试看好不好？我刚刚用拼凑，好，我是阿妹，是 Annie， 我是妈妈，不是 Annie， 所以对，讲到重点了，不然大家以为艾珍姐演的是 Annie， 不是，没有，周围是阿妹，没做 Annie， 不是演 Annie。这个我的妈妈是 Annie， 她不是，因为有人曾经这样问过我，像那个我去上电台的节目，赵自强问说，到底我的妈妈是 Annie 是个什么戏啊？我说我不告诉你，他气死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说商业机密。你不要急，郎祖云来的时候就会告诉你的。他就到底是什么？真的不能说。所以他是一个 Annie 是一个外籍，我们现在叫做外籍移工，对，移工，不是现在通常人家讲说外劳。以前更早以前，甚至公视之前有一部戏叫做《不要叫我外籍新娘》，对，那是外籍新娘叫外配，然后外劳，我们以前叫的外劳，我们应该要很尊称他叫做外籍移工，对，移工，他移民来这边做工作，那他是来我们家照顾我们的，所以他照顾得太好了，非常的好。所以变成大家的阿妹，都变成是 Annie， 通通是对我们依赖他，对，我们都太依赖这些移工朋友了。对，那慢慢的，本来迄上分人，不过你的旧嘞，太家懂熟络嘞，对，下面就变做冲刺家务卡给人。有啥子就取代了阿妹嘅 V 诶，不是说希秒在喏，俺嘅阿妹系 Annie。哇，特别N次都讲案呢，像是有关于移工的案呢，希卡一般人都会想到讲，可能嘿，讲一家要在移工来到台湾，他要适应新环境，吃到懂困难。对，不过这一出戏好像跟过去我们印象当中的某马个穷游某马个相同哦，你可以讲一家移工来到台湾，反而他太融入这个家庭了，造成这个家庭起了一些变化，起了一些涟漪。对，我觉得几乎我们因为都会依赖你看每个家庭，如果家里面有外籍义工来的话，他们是以看护工的名义申请进来的，但是他是主要是照顾行动不便的老人。可是是不是家里面所有大小事情都在做？对，甚至于有小 baby 他也要帮忙，洗衣、家事、小朋友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到了就会变成我们在家里面都是最常喊的就是妈妈，我的什么东西在哪里啊？对不对？可是现在都会喊Annie，我的什么东西在哪里？Annie，我要什么？Annie，他怎么了？你看是不是会变成这样？那他们不是说怎么样很融入，而是我们变成很依赖。就是变成有这样的一个很紧密的感情。就他可能不用花太多力气来融入我们的生活。他讲演这个笨蛋呀，我卡给你这个意思给的，因为太依赖他了，太依赖。所以当你的儿子说出“我觉得我的妈妈是 Annie”， 或者是当他需要 Annie 的程度比需要自己的妈妈还要高的时候，这样子这一位奶奶艾珍姐你的角色，她的心里最挣扎跟最痛苦的地方，你觉得会在哪一个地方？无所谓，儿子不需要我，无所谓，老公不需要你。我跟你讲对了，他跟他老婆之间才有这个问题。那我的老公，我们家那个老头子，台湾那个老佛爷，听起来好像老佛爷，不是老佛爷，老佛爷，老头子的意思。好，我下次叫他老佛爷。好，那个老佛爷他不需要我了，这个才不舒服。对，就是爷
爷奶奶之间的那个连结突然断掉，更麻烦了。洛夫本来都是喊老婆我的什么，现在不是你我的什么，这个奶奶快要翻脸。我是谁？我是外人呢。所以当家人有一天可能在心里面的地位，觉得好像不是家人，已经渐渐的变成外人，而本来觉得是外人，已经变成很重要的家人的时候，其实要的惩罚当中，我们处理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。是。不少人讲吼，其实看戲就像看自家的人生，看其他人的人生同樣。古時候當隨見大家，記得有限的時間，聽錯我去看我的媽媽是 Annie， 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嗰陣來哦。我爸妈是爱我吗？然后我们不能出来上面的看卡通。好，等我一下，妈咪在忙，你去找Annie好不好？好，要去哪？散步，让你把电话讲完。Annie，什么都找Annie。我打电话去公司，公司人说你在开会，我打你手机打不通，我传多少讯息你给我读不回的。台湾这么久，不会很想你的小孩子吗？当然想啊。都看到大家有非常精湛的演出，而且我最近感受到，像黑看个一滴滴的短短的片段，你就知道我眼睛有那个眼泪在打泛泪光。你真的很容易哭点超低的。那你要去，那你真的，如果是看这个戏的话，你会眼泪都还来不及擦干，马上就会让你哈哈哈大笑，然后鼻涕就喷出来，又哭又笑。这个实在是他那个情绪让你感受到非常的强烈，而且速度很快。节奏非常的紧凑的感觉，非常好看。而且刚刚看到，其实有非常多有进唱歌，有进跳舞，按的音乐剧的部分。其实刚刚一开始大家应该有看到阿群魔，我其实是在演戏哈，观众没有办法非常感受得到。有讲到嘞，有演得很好，真的吗？有点哀怨，谢谢，有感受到哀怨就好。有。就我觉得其实演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，那更何况是一边要演戏，一边还会唱歌。唱歌我也要把情绪唱进去，要把表情做足，要把动作做足。真的懂难，但是我跟纯跟懂难，我同阿顺讲认识已久诶，我从来唔知你会唱歌诶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会唱歌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他是客家好男儿哎，我唱山歌的耶。我知道他是客家好男儿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他唱歌哎。客家人天生就会唱歌的，但也是有不会唱歌的。他很会唱歌，一晴很会唱歌，他是星光大道出来的。是吗？那这样子你们俩是不是应该要唱一下？没有，我每次到底啊，音乐剧特别唱歌，这件是完全冇共用的事情。嘿啊，你以前没有唱过吗？没，后摆唱歌都会去 KTV 唱诶。没有在舞台上唱吗？不是。那你跟我一样，我从影40年第一次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觉得我吓死了。AM 完成了我们很多人的梦想。
然后我现在初体验的感觉。对，我现在觉得我已经人生没有遗憾了，每次都真的，我每次这样都讲，我人生没有遗憾了。我竟然可以站在舞台上唱歌，而且后面还有乐队伴奏，对而且是很棒很强的那个乐手，而且还有非常多的合音的老师，大家一起唱歌。大家一起唱。对，可是问题是我唱的时候是独唱，因为他们很难合。为什么？合的时候会我发生是自己 solo 了，然后对因为不一定准确，所以每一次那个帮我弹伴奏的那个 Jeff 老师 Jeff， 他真的是天使，他每次都会跟我讲说，奶奶你今天唱的比昨天好，太感人了。哎，然后就说奶奶你今天的每一个拍子都好准呢，所以我就好开心哦，好开心，好开心。对呀。不过你练习在歌唱当中啊，一定有很多很辛苦的事情，练习的过程。那你自己在，因为我知道这一次的音乐都是由我们的小林老师、黄汉玲老师才女，她来制作、她来编写的，而且我们也都知道她对引用的要求很高。我本人星光大道出来的，好不好？我见识过，你有被他有指导过？小林老师非常非常的严格。所以我想演员们应该也是有感受到满满的压力吧。他对我很慈悲。没有，因为艾珍姐，你有自己的路线。老夫哎嘛是很慈悲。对，你们有自己的路线，用自己的口气可以唱出自己的 feel，没有太大要求，但是对他们，对，他很难哎，他的那个歌。因为小林老师他的要的东西很细，然后有时候我神经比较大条一点，就是 catch 不太到。比如说细到怎么样的程度？细到他就是说那个情绪要出来，我就觉得哎很抽象，懂片嘞，哎要冲，不过哎冲不出来，哎就情绪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摸不到也看不到。对，但是就是你自己打从心里，然后你要去想到可能类似的情境，然后去把它表现出来的。比如说像是在唱歌的时候，因为我有看到一段阿顺刚去做的戏，爱紧冲讲咩爱紧做戏，伊迄懂片呢。可是你想也知道很奇怪，那有你片弹第一个冲狗哎，谁生气要唱歌啊？对，这才是最荒谬的地方。这一段哦，是我最喜欢看的一段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整个戏里面，我最喜欢看的第一个就是小孩子的表演，他们有一首歌《好希望》，对，那还有再来，我就最喜欢这个，我好喜欢看他们吵架，用夫妻吵架，是他气死了，然后用唱的，真的假的？阿顺刚我来示范一下嘛，来冲一些团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对，因为一开始唱，老师就说好好唱歌。前情提要一下，就是情绪的发生。小孩子生病了，但是老婆都在忙。对，我打电话给他，什么都找不到，他回到家了，事业心很强。对，然后他回到家，我就要跟他讲，跟他就音乐就会响嘛。小孩生病，你还生气，跟你好好讲道理，你却误解我心意，老说你没时间处理，你的重心到底在哪里？然后就换他唱，我起鸡皮疙瘩，有吗？我真的起鸡皮疙瘩了。他现在拿的力气只有3分，因为这摄影棚很小，真的生气起来可能会在舞台上面真的，然后2个人是要这样，你一段我一段，你一段我一段，争吵的感觉。他不是那种吵架，是愤怒生气，但是要无奈又要表达我的心情。然后太太也有职业妇女也有职业妇女的辛苦面呐，绝对辛苦。对，她也必须要为她自己做解释，然后她也要 complain。所以这样子的，这样子专辑一大段。对，所以在这种很愤恨的情绪，必须要维持一段时间，还爱劲冲狗，又爱劲演出。但是其实听说你们唱歌在现场的表演，全部唱现场哦，唱现场的，有乐手。对啊。而且是很棒，有小提琴，对，有大提琴，对，有吉他、keyboard、乌克丽丽、电吉他都有。那个 keyboard 都是罗大佑演唱会，对，他在帮忙伴奏的，我真的是太荣幸了，我这一辈子已经没有遗憾，我居然让他帮我伴奏，我又不是罗大佑，就是这样子的舞台剧，爱看姐，这样子的舞台剧，这样子的舞台魅力，我想演员在上面的感受也会觉得很临场，因为就会觉得哇塞，我有这么完整的伴奏，而且其实演员在舞台剧上是可以及时发挥的。
我觉得这样子，你加入自己现场的一些情绪进去，有没有这样子的例子？可是不能太离谱，不太差太多了，你一点点情绪多一点点还 OK， 一点点可以，但是因为它每一个时间点呢，舞台剧还是不太一样，是它的即兴只能在排戏的时候可以加进去，但是定案了之后，你不要在舞台上自己乱改，对，因为灯光、音响，都有别的演员们都有一定的精准，因为这么多场，对，不是说像那个。作秀啊，歌厅秀，歌厅秀你可以每一场都不一样，那这个不行。对，所以这每一次的练习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而且其实啦，亚白出台有阿顺讲嘿客家人呢，优秀的演员以外呀，其实亚白也投演，拢住云，真的奥批的我们的南威一位主持人，美黑非常非常优秀的这个剧场全才，我们的郎姐真的棒。郎祖筠，她现在是我都叫她神力女超人，真的，因为她又自己要演舞台剧，然后她自己的剧团要演出，然后要抽空帮我们排戏，然后她自己还有马上有相声要演出，所以她几乎是这样子跑，然后她还要到海外去演讲，然后国内还有很多的自己的演艺工作，礼拜四又还要唱歌，Oh my God！ 所以，但是他真的让我们很感动，就是我们排戏，他一定会亲自盯每个细节盯，从头盯到尾，对，然后仔细的教。我觉得这个剧团里面的新人很有福气，对，因为郎姐不会说不理新人，或者是对于比较资深的前辈也不理，她都是很用心的在看待她的细节，很细节，而且他会亲自示范，所以很多年轻演员被他这样示范排一下，对，天门都打开了。是的，对，鼓手干书的时候，也在规则工作环境、规则剧团，大家就非常非常的融洽，而且非常非常的专业。鼓手推荐本大家，接下来嘅演出嘅日期吼係12月28，喺台中，韓國12月23，韓國12月30。提醒大家聽錯愛去看哦，而且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再來。我的妈妈是 Annie， 它里面还讲了蛮多丰富的议题，像是有新住民啊，有高龄化，然后也有就是隔代教养的一个，就是可能另外一种关系的新住民带着小朋友，职业父母。然后跟家里一些疏离的关系，他也把我们目前台湾人生活的心态表现得出来，它其实就是一个生活的缩影。我相信这部戏真的跟很多人的共鸣，让我感受到妈妈在家庭扮演一个多么重要的角色。那当中，妈妈她觉得她付出她的爱，回到家里之后，结果家人好像觉得她的付出不是大家所需要的，所以她很彷徨。我觉得这是现代这个时代很多妈妈的遇到的问题，会有很多的感触在里面。也许在看的当下会觉得很快的，或是很欢笑，不会想太多。可是你看完之后是可以去咀嚼的。社会的一些议题，用一种喜剧的手法把它完整的表现出来，而且重点是不会非常的严肃，又非常吸引人。音乐有完全诠释到每一个人的心灵啊，这条舞蹈者还蛮真的，很多不同的音乐风格，然后我觉得可以带动整个戏剧的一个更多的张力。歌词会打动你的心，光看整排我就大概哭了快2次。这部戏真的非常值得大家来看。忘了说声我爱你。我嘅阿妹係 Annie， 我的媽媽是 Annie。呀，禮拜6就愛同大家喺台中來見面了。家下人看到嘅吼，係呀觀眾看睇呀到嘅戲劇嘅感想。但是我也想問一下演員，呀到氣家在首演的時候，因為其實在9月22到24已經有演出了，對，台北。應該會有朋友到現場去觀看。想要請問，就是2位有朋友看完，給你們什麼樣的回饋嗎？應該大部分都說，你為什麼沒有叫我帶衛生紙？對呀，然後還有人說你騙我，你說很好笑，可是我從頭哭到尾。我說那你有沒有笑？有，又哭又笑。對。
对，所以其实整个观众的反应，大家都是对于这种家庭戏非常有感，对不对？很温暖，很有感觉。像有些妈妈，他们说看到小朋友唱的有一首歌，其实他们的歌很轻快，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，叫做《好希望》嘛。小朋友你也能唱歌给我听好希望你也能唱歌给我听，好希望你也能牵我上学去，就是这样而已，是小朋友一个很简单的心愿。可是妈妈真的太忙了，所以好多妈妈竟然看了这个掉眼泪，真的，因为她要工作。其实妈妈喺同辛苦的条路，韩国有卡的事情爱做，韩国可能有还爱起家爱上班，韩国有可能不卡还有老人家要照顾。对，夹心饼干啊，对，就是三明治、夹心饼干。是啊，小孩子这么简单，所以我觉得小林老师很棒，他是把这个小孩子的这样子的心愿，但是他又这么轻快的像儿歌的唱法，对，歌曲很轻快，小孩子也又唱又跳，可是妈妈会觉得说，真的就是好难过，没有好多把自己牵他去上学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要出戏剧真的很生活化、很写实。还有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，就是新出名我们的这个移工的这个议题。其实这个议题在台湾已经有一层美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很久了。对，那可是过去大家对于移工，甚至其实我觉得到现在都还有那个刻板印象都还是在，可能不管是移工照顾的小朋友，或者是外配的小朋友，大家对他们可能都会有一个歧视或者是不同的既定的印象，会呀，因为在10几20年前开始有外配的时候，大家已经是那个眼睛是把他们往低等矮化，然后后来又有移工进来，那就更觉得是那个，不好意思。今天如果没有他们来帮你 take care 这么多的事情，甚至于很多的建设，你要给车晕，你要给狗舔，真的，你会有现在这样的成就吗？然后你会可以安心出去工作吗？你的老人家会有人帮你好好照顾吗？你还把他这样吗？你真的是要我会觉得我要把他往上，然后真的感恩。就像这个 Annie， 真的很感恩呢，真的一定要感恩。Annie 已经成为这个家庭的重心，对，而且我在网络上，在 YouTube 有看到他的有 po 一条样片，也是一个国中老师的回馈。我看到他说的话，我其实非常非常的感动，因为他说在他的班级里面有很多小朋友，他的妈妈就是外籍配偶，但是其实他反而觉得这些小朋友的妈妈发动的心思，花很多心思，花很多时间去照顾他们，去参与小朋友的生活，对他们参与学校的活动，反而是我们自己的妈妈因为忙于事业，反而没什么时间在管。那其实这个也让我们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说我们现在台湾我在想说，它未来会可以像纽约一样，国际化、文化大融入、多元民族融合。你看我们现在来自各地的不管是外配还是外籍移工，我们大家要用感恩跟包容的心，因为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可以像纽约这样那么样的包容多元民族的话，我们台湾将来也会变得是非常非常先进的一个国家耶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听说会按呢耶。韩国其实里面出戏跟他们有感受到，里面是有非常多复杂的情绪，但是也因为它是家庭剧，所以小孩是非常重要的存在。对。我们的小朋友真是了不起，对我都怀疑他们是不是忘记喝孟婆汤，所以前世的记忆还在，前世的一些才华都还在，好会唱哦，好会唱，好会跳，而且呢，所有的歌不管是不是他们唱，他们全部都会，他们都会跟着一起唱，因为小朋友记忆力非常好，而且他们的爸爸妈妈呢，也真的是在旁边把他们照顾得很好，而且我从来没有看过一群小童星在一起，一群父母是这么样的和睦跟融洽。因为我一开始我都会搞错，说我以为这个小孩的爸爸妈妈是他，然后那个小孩是他，结果后来错了，是他帮他照顾小孩，他帮他照顾小孩。
所以整个爸爸妈妈都非常融入这样一个剧组，融入剧组里面的小孩。对，一个融合跟和睦，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能量？然后这些大朋友，他是属于大小孩团呐。我们有小小孩团，还有大小孩团。大小孩团也是，也是真的是好可爱哟，非常大家就是真的是非常好的朋友，没有谁说是谁比较谁，谁比较谁，谁不在我替谁，就这样。对，因为我们还有一群歌队演员。虽然说他们没有一个角色的名字，但是他们非常的重要，很重要。对，而且大家也是互相包容，然后他们还一起来照顾我们2个老的。对，真嘅，古早大家做得看得到吼，也出去看大家真嘅花的当到心思，所以我们现在再来请阿顺刚同大家来小结一下，也出去看嘅主要演员有按到嘛啥？有陶传正、陶爸，就是周阿爸，还有艾珍姐，还有罗美玲，很多人看完都说，哎，美玲你有演吗？美玲在里面演的角色是 Annie， 她就是 Annie。然后她要讲印尼话，对，就是要模仿，她真的讲一样，真的讲印尼话哦，因为有请老师来教，对，然后还要讲印尼国语，对，所以人家说哇，她是全台湾最会讲印尼国语的泰雅族，真的，你看罗美玲，大家对于印象董成就是我们的唱将，对，是真的，唱是真的是没有唱都没话说，讲，还可以演戏，就一管大炮在台上这样子疯狂放送那感人的歌声对，然后但是他唱到那个我们思念家的那个爱乐，那个也是我真的我是一个很欢乐的人，但是我看那段我会心疼，因为他离开了他自己的家、自己的老公、自己的孩子，但是进入到别人的家庭来照顾别人的那种家人。好，接下来还是来张仰轩，对，也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音乐剧演员，很棒，两个补鸟，对不对？懂不会冲，他们2个人真的对唱超棒的，这一对夫妻。我觉得我们女生的唱也是很棒。最后一场机场那一场要送他走了那个他们妈妈跟 Annie 还有仰轩3个人冲给那个和音叠来叠去，是我真的 hold 不住，但艾珍姐唱得很好。我天天在家练到我们家的猫都会唱，很认真。所以其实呢，这么认真练习的歌，这么好听的音乐，这么棒的戏剧，其实没有错要演上台哦。其他的第一天场是真的唱现场啦，但是我们还是有进录音室的，因为好好听，那些歌都好好听哦。对啊，这都是小林老师的心血，然后包括我们阿静编剧他写的词也是非常棒的。对，所以即将会发行原声。听说在10月28号，我自己都要好好收藏，因为每一首歌我都想学会。根本也都喊中唔得拿到，不然阿 Q 妹真的很想来给他听一下。而且录音室的时候，小林老师真的是非常要求，对。鼓手唱太噶，听出爱好好来，其他呀，我的妈妈是 Annie， 爱嘅阿妹係 Annie， 3月28拜6啲台中中山堂，对中山堂，韓國殺下來就隔下演了，是我們的12月23平陽，係咪係拜6啲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嘅演藝廳，韓國殺下來係12月30咪係拜6啲高雄哦，是在我們的大東文化藝術中心。不是要出去要皮田太家到2018的前2年，對，到2018，接着就跨年了，有沒有？我們會有一個更寬廣的心來迎接新的一年。沒錯，一定要來，不來你真的會遺憾，真的太好看了。購票請上2廳院售票系統。是。沈蒙亮 V， 謝謝春根，謝謝艾珍姐來到這裡。安之森，謝謝。咩沈蒙各位觀眾朋友，我收看休息一下，等下聽聽欣賞來做運動了。